因为高雄寒天空气品质拢无好，主要是受到大陆冷气团辐射冷却效应影响，和东北风加境外污染物吹来台湾，因那伫东北的中南部空气品质就真歹。那明仔阁有冷气团要到位，毋但会变寒，污染物嘛有可能甲规个台湾和外岛打掉咧。为高雄中立市向港区方向看，规片茫茫茫，并将远远看得到的摩天轮搭伫云雾中，糊糊的这样子，这是没有办法看得很远这样。然后天空也是有点灰灰的。今天还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不过视野上确实感觉有比较雾。空气品质度红顶，主要是受到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影响，加上东北风带来境外污染物，下放出的中南部空品不好，地点拢伫中华以南。特别高屏地区也要注意空气的品质恶化。境外污染随东北季风南下，且清晨有逆温产生，以致有污染物累积的情形。午后扩散逐步转好，污染浓度已下降。拜四也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环境部也提醒境外污染物地类移入台湾，各地拢有空品无好的记录。星期四又会有另外一波更强冷空气下来，那这一天可能风会增强，然后温度下降的这个情形又会更加的明显。拜四了后，全台会出现低温，中部是有山友提早体验落雪，有民众被雪山主峰，车来为大堡尖山行到雪山主峰，拄好拄着落雪。一暝过了后，翕山头全白美景。气象署也有讲，海拔2000至2500公尺的高山有机会落雪，也是落美雪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